虽然讲目前学校当咧停课，不过学校老师犹原是真无闲。大部分家做是线顶教学了后，有原有这个老师是照着课表伫咧上课，连运动课嘛爱透过电脑，甲学生做伙来活动筋骨，甚至有的家长也会加入。甚至幼儿园的老师，逐工拢会翕影片放伫咧网络，互家长会当甲囡仔做伙来看。换你的膝盖，换成膝盖。1、2、3、4。教室内底拢无人，老师面对镜头发口令做运动。做公国小这帮学生拢伫咧家己厝内做伙活动。厝内大人嘛甲囡仔做伙耍，有的囡仔爬去眠床顶嘛做了真欢喜。自从宣布停课，做公国小就改线顶上课，连运动课嘛爱上。拄开始的时阵，体育老师真烦恼，唔知影要安怎上课。你若无互动，其实你有感觉学生可能感觉较无聊。那其实还好是说我们的线上教学其实可以看到小朋友，那我也可以随时就是可以注意讲，小朋友有考试在做无。虽然停课，做公国小准备9间直播教室，逐工按照原底课表，老师就亲像直播主持人，嘛会不时甲学生互动。我头先也假设老师不敢上直播啦，哈，只要把环境建置好，他只是把实体教室变成虚拟教室，就这样子。学生没有在同一空间，但是所有的教学流程都一致的。若有老师逐工做直播主上课，这阵幼稚园老师逐工嘛咧学翕影片做网络红人。阮第一道做即个影片，阮拢用足简单的，阮拢是用手机啊，逐工翕，搁来编辑安尼。阮逐工拢有放新的去哩哦，家长的反应真正足好的。今天呢，老师要教你们做的是水上开花，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哦。唔拿到凹纸、做算物啊，甲囡仔做伙耍，阁有讲故事。前金幼稚园老师分组，逐工拢会翕新的活动影片，会当互父母陪伴囡仔。即马全台停课阁延2礼拜，老师要是希望学生会当赶紧转来学校上课。记者邓亚文、华伟做高雄报道。